兄弟姊妹，大家新年恭喜！今仔日是2021年的1月初2。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48篇，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今仔日的主题是智慧的人。最近咱拢讲到这个智慧这项事。智慧的人，除了咱所熟悉伫圣经中间所罗门王以外，阁有无？俗语的有关这个智慧的人，又阁是安怎讲？俗语安尼讲，仁者爱山啦吼，智慧者爱水啦吼。其实后面阁有这个诗句吼，毋是干那安尼尔吼。这个若较完整是对这个论语的雍雅篇出来吼。智慧的人爱水，仁爱的人爱山，有知识的人爱振动，有仁爱的人爱恬静，智慧的人爱音乐吼，仁爱的人有这个长岁寿吼。人会因为无共款的特性、亲近啦吼，想法会共款来活做伙吼。智慧人甲仁者吼，因拢有家己的所爱的物件，所以因伫生活的中间会去甲家己这个性格较好的人，也是讲这个环境的中间的人斗做伙吼。聪明的人因为想法会照这个时代的改进吼，会改变来进步，伊知影通变化，亲像这个水咧流共款吼，伊不断地更新啦吼。安尼人袂去互迄个即种固定的价值的观念来捆绑，所以伊活了较快活啦吼。仁德的人呢，因为伊坚守的部分亲像山共款，袂受摇动吼，比较去较袂即种甲外口的即个纷扰啥物货吼，较袂去受到困扰啦吼。伊会去注重着家己内心的修炼，即种的人当然活了较长岁寿啦吼。大概咧讲的即两类的人啦吼。有聪明智慧的人啦，照拄则这俗语话来看的时阵，亲像水流共款吼。咱若看到迄个水流，伊若拄着石头的时阵，伊就会转弯啦吼。会通讲是讲即种有智慧的人咧，会形容是讲伊会晓看情势吼，会晓看世面，也是讲咱来讲看面色，伊会转弯啦吼。也是咱用一个更较正向的面向来看，就是讲这个人是谦卑的，伊袂家己坚持家己的意见。对这个角度来看，咱倒转来看圣经的基础，这个角度是相符合的啦吼。伊讲恁中间啥物人有智慧有见识就用智慧的温柔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的所行。这个基本上就是咧讲到这个人有智慧人爱有谦卑。咱来去看现代中用日本的这个翻译，伊讲有智慧的人就应当充满谦卑和好行为啦吼。台语看较袂出来这个意思吼。所以意思讲有好的品行，生命的见证，证明咱的智慧毋是自我掠做是有智慧的，毋是迄种威胁上帝的，这是非常重要一项代志，也是一种的生命的态度吼。一个有智慧的人，伊袂坚持家己的想法、做法、方式。但是，一般社会上咧讲转弯，毋是圣经所教示即种的吼。咱需要伫上帝面头前来谦卑，求主的智慧来带领咱吼。亲像说，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咱讲箴言所讲的，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假实。所以，咱的转弯毋是迄种看面色迄种转弯。
是当我是因为看到上帝的旨意伫迄个所在，咱就无去坚持，应该是安尼吼。所以智慧是咧指上帝有智慧，毋是一般人的智慧吼。上帝的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来源，所以所罗门才会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吼。圣经安尼甲咱讲真清楚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爱顺服上帝的旨意来行的人，毋是去追求顺着家己的意思的人。亲像流水，上帝爱伊洗过石头，伊就洗过石头；上帝爱伊直流，伊就直流吼。伫新的一年，咱头前的路要安怎行？咱是要用家己的想法一直行吗？还是讲咱必须要亲像流水一般来顺着上帝的旨意来向前来行？互上帝来带领咱，特别咱看到最近的一礼拜偌久来，全世界疫情失控，逐所在拢传出即种变种的病毒的即种佮传出去吼，疫情佮较严格安尼吼，咱是要靠着家己的小聪明，要坚持，还是要靠着上帝所赏赐，互咱这专家的智慧的建议做好防护，来避免万一会发生的代志。咱搁即摆回顾过去即一年来，有个所在防疫真成功，比如咱台湾吼，也是有个国家伊顺着即种国民伊即种顺服的意愿真强的国家吼，伫因就会通做了真好，也是讲遐的自伊掠做家己讲是上帝赏赐互因自由，因无愿意配合国家也是政府防疫的遮个国家的人，咱会当看见因拢总失去控制吼。确诊的病例伫遮个国家一再来压悬。到底什么人有智慧？什么人是顺服上帝的智慧？台湾伫拄过去的12月31号，为伊照计划去办即个跨年活动的即个市长，伊讲安那，伊无要互无理智的惊吓来拍败啦吼。敢安尼，就真正是有智慧的做法。当咱面对即种武汉的肺炎，特别是讲即个破病无分种族、无分国家、无分政党，即种危险的时阵，特别咱台湾也是讲逐所在拢已经有即种英国变种的病毒来扩散的时阵，而且台湾阁有受到即个恐怖攻击的威胁，到底什么人是有智慧？也是咱要成做什么款的人？是要有上帝智慧的人，还是要掠做家己有智慧？这已经真清楚。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8篇，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雅各书第3章第13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者。最近我们都谈到智慧，那我们说圣经里面谈到有智慧的人，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所罗门王哈。那他以外还有没有？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成语谈到有关于智者又是如何的说？牧师要引用一个成语哈，就是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其实这个不是很完整的句子了哈，那是引用自于这个论语的这个雍也篇。那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知者要水，仁者要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人会因着特性的相近，或是说个性想法相近而聚在一起，说靠近。
那智者跟仁者各有其所他们会因为他们的生活或是解特性相合的人，然后来聚集那这样的环境会造就不一样的性格这样的想法与时俱进，懂得变化，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这个是一种智者的行为表现。那这样的人不会被既定的价值观给捆绑，所以他活得快乐。另外一种人就是所谓的仁者仁德的人，那他有他坚持的部分，就像山一样，不轻易被摇动的，不轻易被外界所纷扰。特别是他是一个非常平静修炼自己内心的人，那像这样的人基本上是比较长寿这是这个成语基本上在讲的事情有聪明智慧的人，通常他懂得去改变就是说就像水流一样，他碰到我们如果观看这个水流他碰到石头的时候，他就会转弯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懂得看情势，懂得转弯。讲比较负面一点是说这个人很会看情面看人家的脸色很会转弯但是比较正向的一种看法来讲，他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他是一种谦卑，不会坚持己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跟圣经的角度颇为吻合的所罗门王的话也很清楚了那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他说，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那这个是出自于雅各书第3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应该有一个谦卑，而且有美好见证的生命。所以有这样的特质的人，就证明了我们的智慧不是自以为是的智慧，不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是违逆上帝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们不是要那个我们说的很会转弯没有这个主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会顺服着上帝的旨意去做改变那一位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方式这与一般社会在讲的转弯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懂得谦卑，懂得求主的智慧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跟着上帝来走，需要转弯我们就转弯那如同所罗门的智慧之言箴言他所说到的第7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蠢的人轻视智慧，也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学习就是不改变的啦我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在圣经的一个角度所以其实圣经当中讲的智慧牧师之前也讲过了，不是人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所罗门王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懂得去要求得到上帝的智慧，所以不是一般人的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来源，也是所罗门王这个箴言所说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我们也知道，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顺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来走，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就如同流水一样，上帝要他绕过石头，他就绕过石头；上帝要他直走，他就直走直流就直流那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前面的道路要如何走？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那我们其实基本态度就是，我们必须如同流水一样，顺着上帝的旨意来前行，让上帝带领我们。特别当我们看到近日来这个全世界的疫情都已经失控，那各地就传出这种变种病毒的流窜，疫情更加的严峻啊。那我们到底是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呢，继续走呢，还是靠着上帝所赐给专家们的智慧建议做好自我防护呢？过去1年我们已经有看到成效了哈。那我们再一次的回顾这1年来防疫成功的地区或是国家，其实靠的就是国民的顺服，他们的意愿强，顺服意愿强的国家，它防疫就成功啊。可是反观那一些自以为上帝赐给他们自由呼吸的权利、自由的人，他们不愿意配合国家政府防疫的这个政策，结果我们看到通通是失控的，确诊的病例一再一再的攀升。到底谁是有智慧的呢？这几天是跨年，那全台湾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小城市几乎都取消了跨年，改成这个网络直播。唯一照着计划照办的这个市长，他说：“我不被不理智的恐惧所打败。”意思就是说，取消实体的都是不理智，只有他是理智的，他有智慧，他还用科学来讲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真的是要去犯这种所谓的万一的这种风险吗？在面对武汉肺炎或是说英国变种病毒，或是其他变种病毒的散播，病毒是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这样子的一个威胁。还有前几天也看到 PPT 里面有恐怖攻击的威胁。我们是要怎么样做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继续照着计划完全不改变，还是要看着大局来做修正，像流水一样呢？